喂，各位同学，今日呢，我们要一起来拆解一个超经典的历史故事。你想想，一个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战神，而另一个呢，只不过是一个身份好低微的跟班。哇，听落完全不假的两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由盗窃冤家，最后变成可以拯救國家的最佳拍檔呢？好，我們即刻來看一下哦。好啦，我哋即刻合正題。大家試想下，一個係戰功赫赫、威風凜凜嘅大將軍，但另一個呢，只係一個無人識嘅小跟班，身份地位可以話係差天共地。咁佢哋究竟點樣可以派住上一齊去拯救自己嘅國家呢？呢個就係今日呢個故仔最精彩、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啦。首先，個故仔是發生喺戰國時代。當時呢，秦國可以好嘅是最強大嘅，成日都想嚇嚇爸爸、嚇嚇呢個、嚇嚇嗰個。而我哋嘅主角就是喺佢隔離嘅周國。國家有難，英雄就是係時候要出場啦。那，我們的兩位主角終於出場啦！大家看一下左邊那位，他就是廉頗，是趙國的王牌大將軍。哇，戰功赫赫，性格又勇猛。不過呢，他有的缺點就是居功自傲，有啲不可一世感。好，再看一下右邊那位，他就是藺相如，他身份就很不同了，只是一個官員烏棲養的食客，講白點呢，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地位、沒有人事的跟班。大家看一下他們兩個的起跑線，是不是真的差天共地呢？好，第一場試落嚟啦，嚟到第一關，呢一關可以話係一場超級求風險嘅外交大龍鳳。話說，秦國國君突然話想用15座城池嚟換趙國二件絕世寶物，哇，聽落好似好作數喎，但係咪真㗎呢？就喺呢個時候，我哋嘅 underdog 藺相如就要出場單挑當時最強嘅秦王啦。呢件寶物係咩嚟呢？就係大名鼎鼎嘅和氏璧啦。嗱，大家唔好以為佢只係普通一塊玉，佢係國寶嚟㗎，真係價值連城。秦國咁大方，話用15座城嚟慳，你信唔信先？反正我就唔多信啦。當時趙國朝廷上下呢，真係進退兩難，俾塊玉出去啦，又驚收唔返啲情；但如果唔俾啦，又驚秦國會揾借口打過嚟。唉，真係諗到頭都大埋。好啦，咁藺相如就出發去秦國啦。點知佢一去到就即刻察覺到有啲唔對路。點解呢？因為個秦王嘅態度真係勁傲慢。你睇下，佢根本唔係喺正式嘅朝廷大殿接見藺相如，而係求其喺一個普通嘅離宮就算數。仲有啊，佢一攞到塊玉就即刻遞俾啲妃嬪同手下傳嚟傳去咁玩，成個過程係完全冇提過要交出城池嘅事。藺相如一睇就知呢單嘢擺明就係想壓咗塊玉，就係呢一個千鈞一髮之際。哇，藺相如嘅龍精轉得勁快，佢即刻諗咗個環環相扣嘅5步大計出嚟。好，第一步梗要識穿個騙局先啦。第二步用智慧翻我塊玉，佢就話：大王，塊玉好似有啲瑕疵喎，等我指俾你睇。第三步一攞翻塊玉喺手，就即刻威脅要同塊玉一齊撞落條柱度玩攬草。第四步就係用呢招逼到秦王谷住應承債計5日，話要用最高嘅格禮儀嚟交換，咁樣就成功拖延到時間。到最後第5步就係喺呢5日裏面揾人喬裝成普通人，靜靜雞神不知鬼不覺咁將和氏璧送翻趙國。而當時佢講嗰句說話真係霸氣十足，佢話：如果大王你真係要逼我嘅頭同呢塊玉而家就一齊喺條柱上面撞到粉身碎骨。哇！你聽下呢一夾唔單止係膽識咁簡單，更加係將自己條命同成個國家嘅尊嚴全部壓晒上去。秦王見佢更勇又更咗，真係冇咗敗餘，最後都冇殺到佢，仲要氣咁送佢翻國。就係咁，藺相如憑住佢嘅智勇雙全，完美咁完成咗任務。好，
搞掂咗和氏璧嘅件事之後，你估秦王會唔會憤之？講笑唔忿氣啦。於是佢就諗計約諸王去一個叫渑池嘅地方見面。喂，今次唔係為咗見寶物啦，而係國官對國官直接 face to face。呢次事關成個國家嘅面子，同埋諸王自己嘅安危，所以個氣氛即刻緊轉咗10倍。就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刻，我哋個戰神廉頗終於要發功啦。原來佢冇單止識打仗，仲好有計謀噶。佢喺紂王出發前就同佢講：大王，你放心出啦，我會喺邊境部署重兵。我哋計好晒時間，如果30日之後你都未翻到嚟，我哋就會即刻立太子做新嘅國君。哇，咁樣做就等於大大聲同前國講明，我哋一早有準備噶啦，你哋休想吃掉我哋國君嘅威脅趙國。呢一招以擊前王，可以話係徹底粉碎咗前國嘅如意算盤。好，去到個宴會，前王果然出招啦。佢心總鼓紂王，就叫佢彈奏一種叫篳嘅樂器嚟助興，仲特登叫史官寫低，話是命令紂王彈。哇，呢個命字真係好毀六人啊！呢個時候，凌生豪又即刻挺身而出，佢攞住一個話盤，即係灰，行到前王面前，話如果前王你唔為紂王超擊呢個話盤，我就同你死過。結果前王捉逼住超鎖一下，凌生豪就即刻叫史官寫低，前王為紂王擊灰。大家聽下，一個係命令嘅令，一個係為了嘅為，高下立戰。就係咁，凌生豪又成功保住咗國家嘅尊嚴。好，經過頭先嘅2次大事件之後，凌尚堯嘅功勞可以話係非常之大，所以佢嘅地位就不斷攀升，甚至升到廉頗之上。呢個時候外部嘅矛盾暫時解決咗，但係內部嘅矛盾就出現啦。我哋嘅戰神廉頗開始有啲唔地道啦。廉頗係咁諗嘅，我喺戰場上面出身元氏，戰功赫赫，但係個凌尚堯只係靠把口上位，竟然地位仲高過我，咁我塊面擺去邊啊？於是呢，佢就周圍同人講，話你知，我一見到凌尚堯就一定要當眾回擊佢。哇，真係好有味，好濃啊！但係點知呢？凌尚堯聽到之後，佢竟然選擇係逃避喎。佢潛入扮病唔返工，費事喺朝廷上面同廉頗爭位置，甚至出街見到廉頗駕車就即刻救自己架車兜路走。哇！佢嘅手下都睇唔過人啊，覺得係咁樣實在太懦弱，仲話要結體辭職唔嬲。究竟喺還被歸紂嗰轉嘅勇氣去咗邊度呢？凌尚堯是咪真係咁驚廉頗啊？就喺呢個時候，凌尚堯先同佢的手下講出真相。佢問佢哋：喂，你哋覺得廉頗將軍傾啲定係前王傾啲啊？啲手下就話：當然係前王啦。凌尚堯就解釋啦：你諗下，連前王咁惡，我喺朝廷上面都敢同佢清胎教，我會驚一個廉頗將軍咩？我只需要咁樣避開佢，係因為我哋兩個人，一個主民，一個主戶，就好似我哋坐國嘅2隻老虎。如果2隻老虎打交，一定會有一隻受傷。到時邊個最高興啊？咪就係旁邊虎視眈眈嘅前國咯。所以我哋係先諗國家嘅安危，然後先諗個人嘅恩怨。那一番話呢，輾轉傳到去廉頗嘅耳中。他一聽完，哇，即刻覺得好慚愧，原來自己竟是擰緊個人的面子，但人家藺相如就是擰緊整個國家的安危。於是他做了一件好轟動的事，他除了上身的山，在背脊綁住疊荊棘，親自去到藺相如屋企門口認錯道歉。那個就是我們好熟悉的成語負荊請罪的由來了。所以話呢，廉頗雖然自大，但他肯認錯，勇於改過，都算得上是一條好漢。好啊，個故仔講完啦，但係我哋唔可以就咁算，我哋要升一個層次，
一齊研究下點解史學家司馬遷可以將呢段歷史寫到好似睇緊一條緊張刺激嘅電影咁精彩呢？其實咧，司馬遷嘅寫作手法咧，真係有好幾點好高明。第一點就係常若突疑，佢好似個導演咁，鏡頭永遠都係對準主角點樣解決危機，至於其他次要嘅情節就快快手一筆帶過。第二點，人物擊係好成功，佢唔會直接話你知，喂，藺相如好叻㗎，而係用行動說話 show don't tell，透過佢喺還別歸趙時嘅智取同威脅嚟推顯佢嘅智勇雙全。第三點就係用咗襯托手法，用秦王嘅萬堪，用趙國其他大臣嘅猶豫不決嚟反串出藺相如係幾咁勇敢同有智慧。最後一點就係佢用字好精煉，好似一句怒髮上衝冠，哇，鬧到啲頭髮都雙起晒，個畫面是咪即刻出晒嚟先？好啦，講到最後，到底呢個故事帶俾我哋啲乜嘢啟示呢？其實核心思想就係4個字：將向何。一個係宏觀，一個係虎將，最終能夠放低個人嘅恩怨，團結一致。可以話，正正就係因為藺相如嗰種將國家放在第一位嘅謙敬，再加上廉頗嗰份勇於認錯嘅氣度，先至令到當時嘅趙國可以喺強大嘅秦國面前企得咁穩陣。大家唔好以為呢個係2000幾年前嘅估計，同我哋冇關。其實到咗今日，佢都係好有意義㗎。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係喺學校做 project，定係大個咗喺社會做嘢，都一定會遇到要同人合作嘅機會。咁到時究竟係個人嘅面子同感受重要啲，定係整個團隊嘅共同目標重要啲呢？呢個問題就留翻俾大家慢慢思考下。好，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